响亮的爆炸声伴随着米麦香扑鼻而来。陈彦达仔细检视着糙米爆出的颗粒，都还要拿去磨成粉，但是他坚持每颗米得受热平均，大小得差不多才行。同样的坚持，另一头母亲郑秀梅的手同样忙碌着。我们的骨粉我们比较讲究口感啦，所以我们在研磨的过程是磨2次。然后让客人口感会稍微不会那么粗糙，好，然后比较滑顺一点。对，坚持多一些工序，客人是喝得出来的。夫家经营40年的老米行，被这对母子注入养生产品的心血，研发出20多种骨粉，可以运用我们自己本身的技术，让它磨成粉，然后给客人方便。但坊间冲泡式的产品何其多，这一桶桶骨粉靠着客人喝过肯定、口耳相传，慢慢打开了通路。就专程来这里买那个。他喜欢，他觉得他们家的那个骨粉很好。让同事买啊，而且我都还推荐那个台中的同事来买。还有出人意料的绿豆、薏仁、白芷，刻意不炒熟的粉末成了女性顾客的最爱。也还本饮生面同该敷脸的啦。啊，这不是吃的哦？不是，还本饮生面啊同敷脸用。让客人内外兼顾，熟客上门不需开口，要买的骨粉配方随即送上手。老板娘说，能上门来的都像对待家人般。要送给你。这怎么好意思？那讲罗拉。那我要说什么？如果我讲罗拉，罗拉，或者是排 C 可以吗？动作的。要送不？就是人家送给我，对，然后我就说罗拉，然后视线说排 C， 对，排 C。此刻接过手精华浓缩的骨粉，蕴含着老板娘维持古早味坚持的态度。要送不？排 C，要送不？排 C。